網嘅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 Unix 李卓婷。我都係做翻自己最專長嘅嘢，唱歌啦。咁同埋其實今次呢個音樂會，我自己都好特別地咧，多咗一個title 啊，即係會做一個策劃啦，策劃去幫我嘅唱歌老師啦，去統籌呢個音樂會成個製作啊，可能裡面有啲表演啊，之後又會幫佢度 run down 啊，咁所以就唔單止唱歌啦，亦都係可以參與喺整個音樂會裡面嘅過程啦，咁所以就多咗一個職位啊。咁呢個音樂會唔會同Anita 有啲咩表演嘅唱歌啊、跳舞嗰啲咧？今次又冇機會同 Anita，但係今次咧我就同張賢博啦，同埋呂喬恩咧就會做一個 opening 嘅。咁嗰陣時我博最擅長嘅夾 band 啦，咁所以我今次就會同佢哋一齊去夾 band 做一個 opening 嘅。23、24號我就會聯同Eternity 啦一齊去做一個演出啦，有 P-show 啦，咁會唱幾首詩歌咁樣啦，都會喺當中有一啲表演嘅。聖誕就好忙啊，因為即係好多學校嘅報道會啦，或者去唔同嘅教會嘅社區度做好多福音嘅工作啦，咁所以係要忙到過晒聖誕節啦，所以都冇今年反而係冇機會可以同佢哋一齊過聖誕啦。咁但係就覺得可以去到做唔同嘅報道嘅工作都好開心嘅。咁嚟26年咧，其實就同一位歌手啦，謝文雅咧，其實我哋係有一首合唱歌嘅。咁本身咧，我哋都想喺呢個月度推出啦，但係因為香港都發生咗好多事情啦，咁所以我哋就將佢推遲去到2026年啦。希望大家期待呢一首合唱歌啦。Thank you。